哦，先生，你是农业搬运车放下来嘅么？係呀，人講好水唔水，行路步步跌，剎跌都按上當。哦，條哪有創到麼啊？冇錯到條哪啦，唔過規矩嘅做腳當通。你係做腳先搭梯嘅麼？錯噶，嘅胸前都是有創到麼？有創到。你下還會痛麼？有一些嚟痛。哦好，將老鼠騎起來停痛一下，胸部會當痛麼？行唔到位。你下哪搭位嘅前痛？做腳。哦，做腳也搭位嘅係麼？冇唔錯。人講南疆腳腫，唔怕頭眩，你腳可以來當中哦。我哋先攞唔照 X 光。好啊。哦，你先前會約會過面麼？唔會。要開過刀麼？咩麼？了解咧，將順口先坐一下，我先老人腳固定的 X 光照好，再看殺下來怎樣辦治療。好，醫生按指示哦。